好，咁歡迎大家嚟到2026年7月6號嘅網上月會啦。咁今次都係繼續由我劉 Sir 啦，去到同大家主持呢個7月嘅月會嘅。咁我哋7月月會嘅老友記大事咧，就係咧房署最後新增咗嘅優化處理樓宇滲水檢測嘅程序先導計劃啦。咁呢個先導計劃咧，其實就係想幫大家咧快啲用多啲創新嘅科技啦，同埋咧俾政府嘅官員咧更加快嘅一個執法程序咧，去到幫大家揾一個滲水嘅源頭嘅。因為有時滲水嘅源頭咧，大家唔知道咧，就好容易咧係有好多唔同嘅鄰里之間嘅糾紛啦。咁所以咧，期望咧呢個政策推出咗之後咧，可以有多啲可以影好嘅鄰舍關係啦，揾到滲水嘅原因啦，盡快解決啦，同埋咧令自己嘅屋企咧更加之襟用嘅。因為如果唔係咧，一路滲水咁唔處理咧，咁樣屋企有陣時會發毛嘅。咁咧，如果政府話啦，佢就如果通知咗呢個建議維修通知咧，如果其他樓宇唔跟住做咧，其實就會有一個罰款接近17000蚊嘅罰款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講翻我哋嘅報名程序啦。咁我哋已經有網上嘅報名啦，咁就會透過我哋嘅二維碼咧，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報名網頁啦。咁報名網頁咧，左上角有3劃嘅，咁主要咧就會有活動推介啦、活動抽籤結果同埋活動及班組登記嘅。咁活動及班組登記咧，就會將我哋所有月會址嘅活動啦，或者有啲突發嘅活動咧，去到加咗落去啦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就可以答下面呢個登記呢個字啦。咁撳完登記呢個掣咧，就會輸入一3項簡單嘅資料啦，包括你嘅中文全名啦、你嘅聯絡電話啦，同埋係咪大樓嘅有效會員嘅。咁你再撳提交咧，咁就可以交到去我哋嘅網上平台咧，俾我哋知道咧，你係有興趣去參加呢個活動啦。好，咁樣至於幾時知道抽籤咧？咁我哋咧就會擺喺呢個活動抽籤結果嗰度啦。咁樣就會有嗰個所有嘅人嘅名單啦，同埋你哋嘅電話。不過電話就會有3個字去到揞住嘅。咁如果你都想唔識上網嘅，咁你都可以嚟到大樓嘅壁報版去到查閲啦。咁我哋咧亦都會通知咧每位中咗嘅會員咧，透過 WhatsApp 咧，去到同你講咧報喜嘅，即係話你已經成功抽中啦。咁如果收唔到嘅咧，可能等多幾日，有陣時有人退出咧，其實都會有機會參加嘅。或者可以直接打嚟大樓電話嗰度去到問翻個負責職員啦。嗱，咁總括而言啦，我哋就會有3種報名方法啦，就係自己用二維碼報名啦，去接待處報名啦，同埋打27029897嘅。咁我哋都依家事不宜遲啦，去到講7月嘅活動啦。咁1號活動咧就係老玩樂團嘅義工招募啦。咁就有呢個活動咧就會係2日嘅，咁就7月21同7月28啦。咁就10點半到12點啦。咁有12個名額啦。咁佢哋會介紹有唔同好玩嘅桌上遊戲啦，俾大家一齊玩，同埋一齊帶動活動氣氛嘅。咁亦都希望咧你成為一個幫手幫人啦，去到同大家分享喜悅嘅一個老玩樂團嘅義工嘅。咁個登記日期就係7月14號啦，去到咁免費嘅。好，咁2號活動就防跌風險測試啦。咁呢個都係我哋每個月都會有嘅活動啦。咁就係有2節嘅，1節就7月23號星期四同7月27號星期一啦，2點半到4點半有20個名額啦。咁就做5分鐘簡單測試啦，就可以知道自己嘅步姿啦、步態啦、平衡力同埋下肢嘅能量咧夠唔夠嘅。咁我哋都建議每半年進行一次測試啦。咁我哋都會將份報告咧傳送翻俾你去到做參考嘅。如果有咩任何問題，可以諮詢翻專業嘅醫護人員嘅。咁第3個就健康管理測試啦。咁就係用呢個好似篤手指嘅一個健康盒子咧去到做嘅。咁我都係有2節，都係嗰2日啦，7月23星期四同7月27就星期一嘅。咁都係2點半到4點半啦。咁咧就要做3分鐘，負責擺住隻手指咧入到去嗰個盒子嗰度咧，去到測自己嘅身體同精神壓力啦、血管嘅健康狀況啦。咁都會職員會即場解釋翻個結果嘅。咁都2場嘅內容都一樣嘅，係啦。咁參加1節就得㗎啦。咁有興趣都可以登記呢個活動啦。好，咁4號啦就係機不可失嘅運動班7至9月啦。咁就由7月14
21、28、31號啦，8月7號、18、21、25同9月1、4、8、15同22逢星期二或者星期五啦，9點3去到10點3嘅，咁就65蚊13堂啦。咁咧，你記得呢個咧活動咧係要配合咧頭先我哋講個防碟測試咧，1至3分咧就會有優先參加嘅權利嘅，咁就會有我哋嘅機不可失嘅義工啦、助教啦，去教授一套用坐咧去到練肌力咧，咁就從而降低翻跌倒嘅風險啦，同埋延緩衰老嘅。咁有咩問題都可以問翻余姑娘同盧生啦。好，咁5號咧就係一個長者基本嘅急救知識講座啦，咁就7月27號星期一啦，2點半到5點嘅，咁就25個名額啦，就免費嘅。咁咧呢個咧第一個講座咧，主要咧就係去到處理一啲咧，如果俾硬塞啦，或者俾啲昆蟲啊、海洋生物啊去到傷害或者吉親嗰個，快啲減少嗰個恐慌嘅自救方法嘅，或者急救方法嘅。咁所以咧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將呢個，因為平時大家蛇蟲鼠蟻比較多嘅時候咧，如果吉親咧有種恐慌嘅心情咧，咁都唔係咁好嘅。咁所以咧呢個班咧呢個講座咧就會教一啲基本嘅知識俾你哋知嘅。咁樣啦，亦都知咧呢個係會有小禮物去到送俾咁大家嘅。咁第二個嘅長者急救知識，咁就係第2日7月28，2點半到5點啦，就主要係講咧點樣遇到中風或者心臟病同埋簡單嘅傳染病控制，去到緊急辨別一個緊急情況啦，同埋自救嘅方法嘅。咁同樣啦，都係會獲贈小禮物嘅。好，咁7號啦，健康檢查日啦，咁就係7月21號啦，星期二就9點半到11點半，每個時段20分鐘啦，咁就12個大樓會員名額同3個積福會員名額啦，咁大樓會員就收45蚊啦，咁積福會員就會收35時分嘅。咁咧就會測 BMI 啦、血壓啦、度高磅重、血糖同埋膽固醇同埋有啲健康測試嘅。咁我哋都建議啦，做之前2個鐘咧就會空肚嘅。咁樣有咩問題都可以問翻盧生啦。咁8號活動就係健康講座骨質疏鬆症啦。咁就7月15號星期三嘅上晝10點到11點啦。咁會員就有15個名額，咁積福會員就有5個名額啦。會員就免費，積福會員就扣60時分啦。咁最主要咧就係咧，俾長者了解咧骨質疏鬆嘅成因啦、病徵啦，同埋減慢骨質疏鬆嘅方法啦。咁樣咧就係避免自己咧可能以為自己仲係骨頭硬啦，咁但係咧可能內裏咧就已經有唔同嘅問題啦。咁知道咗呢個方法之後咧，咁就可以盡早求醫，咁就減慢一個骨質疏鬆帶嚟嘅後果啦。好，咁9號活動就係會員同樂日啦，會員樂繽紛啦，咁就7月28號星期二下晝3點到4點會議室嘅，咁就10個名額啦，15蚊啦，咁就主要同大家玩桌上遊戲啦，分享社區時事啦，咁樣今個月生日咧，7月生日嘅咧，咁就可以獲得秘密生日禮物1份嘅，咁有咩都可以揾劉生啦。咁10號活動咧，咁就係布袋球陪你玩啦，咁就7月14、21、28嘅，咁2點半到4點啦，有12個名額啦，會有義工帶領同教授大家點樣玩啦，度過一個晏晝嘅歡樂時光咁樣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咧，係可以揀晒全部節數啦，或者一日咁樣揀嘅，例如你可以淨係揀7月14或者揀7月28都得嘅。好，咁11號就奇力無窮嘅運動班社區班啦，咁120蚊一個月，就由8月4號去到10月23號下晝2點到3點同上晝9點半到10點半啦，係啦，咁就會進行一個3個月嘅測試嘅，咁咧有2個嘅要求嘅，咁第一個就65歲或者以上嘅中心有效會員啦，同埋一定要出席同通過篩選測試，屬於前期體弱嘅人士先至可以參加呢個計劃嘅，咁樣啦。呢個活動咧就會由香港大學啦訓練嘅奇力教練指導啦，咁就同大家去到鍛鍊肌肉，避免肌肉嘅流失，同埋減慢跌倒嘅風險嘅。咁有咩問題都可以問翻余姑娘同盧生啦。咁12號活動咧，咁就係旅遊攝影班啦，咁就係7月20號星期一10點到11點嘅，咁就有15個名額啦，咁就係俾初學者咧去到用呢啲簡單嘅技巧啦，去到影一啲靚相嘅，就會教大家構圖啦、光影同後製技巧嘅。咁有咩問題可以問郭生啦。好，咁我哋班組活動咧就會由7月到9月嘅班組都會去講嘅。
好，咁31號班走就係26年嘅忘憂故初班，8月到9月啦。咁就係由8月11號到9月29號星期二上晝9點到10點，有10個名額，100蚊8堂嘅。咁就會由義工啦，就會教大家點玩忘憂故啦，同埋會教大家點樣可以打到一啲經典嘅名曲，例如數字歌啦、小星星、友誼萬歲、歡樂頌、生日歌、大長今同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等嘅。咁樣咧，參加者亦都唔需要有好勁嘅音樂基礎咧，都可以容易學習得到嘅。咁有興趣都可以報31號班組啦。咁第二個就係我哋攞咗社署嘅資助啦，去到訓練大家做一個社區連結員啦。咁社區連結員咧就係咧，同一啲你覺得想佢哋參加多啲更多唔同嘅活動啦，去配合翻佢嘅需要啦。例如可能佢社交有啲障礙嘅，咁你就可以俾多啲社交嘅活動俾佢啦。咁我哋就會搞咗一個訓練班俾大家嘅。咁我哋今次咧有三個最主要嘅主題啦。咁就係精神健康啦、社交健康同埋一個身體健康嘅。咁我哋會用唔同嘅電影咧，配合你哋要學識嘅工具咧，去到幫社區嘅長者評估咧，同埋去到建議佢哋參加唔同嘅活動嘅。咁樣啦，我哋都希望咧參加者完成咗之後，可以幫兩位長者做一個簡單嘅評估嘅。咁咧呢個班咧就係由7月13、20、27到8月10號嘅。咁就逢星期一啦，咁就9點3到10點半嘅。咁有興趣就可以去到報呢個32號活動啦。咁主要就用電影去到做一個媒介嘅。好，咁33號咧，其實都係接近一樣嘅，不過學習嘅媒介我哋就會去到用藝術啦，透過唔同嘅作品啦，都係認識嗰頭先講嘅3個健康，就係身體健康啦、社交健康同精神健康嘅。咁就7月14、21、28同8月4號逢星期二嘅。咁就上晝9點到10點3啦，都係免費，都係想幫兩位長者去到作簡單嘅評估嘅。好，咁去到賽馬會樂齡同行咧，咁都有2個活動啦。咁就係第一個就係新視野長者關懷探索與體驗之旅嘅。咁就係俾大家咧去到同大家一齊去參觀將軍澳區內嘅中心啦，去到幫大家掌握社區資源同埋揾翻隻內心平靜嘅力量嘅。咁呢個活動就7月30號星期四啦，10點3到12點啦，咁有13個名額，集合地點咧就喺大樓嗰度嘅。咁有咩問題同有興趣咧，都可以揾楊琪姑娘或者慧君姑娘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靜心茶療小組啦，咁就透過茶藝啦，同埋去到品茶啦，去到練習一下味覺嘅訓練啦，同外出參觀咧去喚醒身心嘅活力嘅。咁就由7月15號、22號、29同8月5號咧，逢星期三9點半到12點有14個名額嘅。咁但係記住啦，都係一定要參加4節同埋要經社工篩選嘅。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到報呢個活動啦。好啦，咁我哋7月嘅活動都講到咁上下啦，咁我哋下次嘅月會咧就係8月3號嘅，都係上晝9點半到10點半啦，下晝就2點半到3點半嘅。如果大家對大樓有咩意見咧，就可以去到上我哋 Facebook 啦，或者 YouTube 啦，或者打大樓電話，或者我哋 WhatsApp 電話咧63362334咧，但只係接受信息嘅啫，咁就唔會聽電話嘅，係啦。咁我哋都期待7月6號嘅實體月會見到大家啦。好，咁就今次嘅網上月會就差唔多啦，好啦，拜拜。